首先解釋下515濾片針對啲膚質比較白嘅顧客，用呢個濾片做面上嘅雀斑，咁上啲斑結焦就可以達到去斑美白嘅效果。而第二塊560濾片呢，就係最常用嘅一塊，呢塊濾片用嚟美白、改善皮膚暗沉、淡斑去色素、提亮嘅效果呢，都係好好嘅。第三塊590濾片就必定要 keep 住用啦，佢主要功效係去黃提亮，用佢可以主力加強清除痘印，仲可以令到全塊面嘅膚色做翻均勻嘅改善。至於755濾片，除咗脫毛之外，因為佢嘅波長比較深，可以深層抗衰老、刺激膠原、增強皮膚嘅彈性、改善皮膚屏障都係好好嘅。第5塊695濾片，如果本身你唔識保護皮膚，令到啲毛孔粗大，想收細翻毛孔呢，就可以用呢一塊啦。另外，佢對於去深層嘅細紋都係好有幫助嘅。第6塊嘅 Vascular 濾片，佢就係重點處理針對紅血絲入面嘅一啲血紅蛋白，做到呢個凝固嘅作用，咁就可以減少大家所講到嘅喺面上同鼻上出現嘅一啲紅血絲啦。咁最後一塊呢，就係黃金超光子專用喺暗瘡治療嘅一個 Acne 濾片，佢嘅波長係420nm，咁佢重點就係針對淺層痤瘡丙酸桿菌，佢嘅殺滅效果會比較好，對於多痘痘嘅顧客嚟講係好適合嘅。